有好多對基督教信仰嘅抨擊都係邏輯謬誤嚟㗎，就好似奇異謬誤 ambiguity， 即係用一啲模糊嘅字眼嚟到誤導聽眾喎。舉個例，摩門教嘅信徒話：我哋都相信三位一體㗎，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所以我哋都係真正嘅基督徒啊！等一等，摩門教對 Trinity 嗰個睇法同正統嘅三位一體好唔同喎。摩門教信徒相信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係三個唔同嘅本體啊，帶住同一個目的，就唔係同一個本體，唔係同一位神啊。再講，佢哋都唔相信耶穌係自有永有嘅神，佢哋只不過相信耶穌係神第一個嘅創造。所以我哋留意啊，要清楚界定字眼嗰個嘅意思。當摩門教徒改變咗 Trinity 呢個字嗰個定義，然之後就話自己係基督徒，呢個就係邏輯謬誤啦。